拿个花拿下去，花拿下去，然后等一下就是献礼的时候，花一起全部拿上来，然后照片也可以先拿了，照片也拿下去先，然后等一下就是全部一起拿上来。照片的话就这个，照片这个好好发给你。可以。后面那个蛋糕那个准备好，准备开始喽。先大家坐到位置上吧，先坐到位置上。那你这个中间。我不晓得。灯关了，灯都全部关了。对，我扫码一起的吧，今天扫。这句不是。我这在这儿肯定帅的有一个。那开始喽。不晓得噻。尊敬的各位来宾、各位朋友以及线上线下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如果等会班开的时候能讲解从黄党忙忙下降的比我成南吧，冷处牛那个地里，那我就中南吧，天南吧，我冇得了。在这个意义非凡的日子里，我们欢聚一堂，为礼堂卓玛庆祝生日。在这个美好的时刻，我们将每一份祝福和欢笑都送给今晚的主角。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个精彩的开场，为卓玛的生日派对燃起我们的热情吧！蛋糕上。那server里去比那个干葱去了，那家葱就是比没他妈炒去了。但是嘛，养天就人把那扎西，他们就给用中去了。但是就是就拿出来吃了，这个东跟着啊。年轻进来当上山里了个这个，这次那送进几度送用了，两手就米红样这样啊。这种那吧，天这个谁在他为地出这个很呢，拍了乐腾年长龙兄弟老兄弟嘛，人民天给那陪伴的干事情，扎起来了。有请今晚的主角。我老不好了，这个情况我也不好。来吧，让我们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今晚的主角，我们一起唱生日歌，好吗？开始。一起来。唱吧，一起唱吧，唱。妈妈，你的温柔和关爱是我成长路上最宝贵的财富。爸爸，你的坚韧和勤奋为我树立了榜样。生日之际，我想对你说声谢谢，谢谢你们的辛勤付出和无私的奉献。一起唱。就几几干了点这些。就几几干了点这些，就几几干了点这些，就几几干了点这些。切记才说你比人马当多，一起来。切记错了你比人马当多，切记分散也比人马当多，切记忘错也比人马当多。好，音乐停。音乐停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给今晚的主角礼堂卓玛，给他1分钟的时间，让他许下今年最美好的愿望，好吗？来吧。
小心一点啊！小心一点啊！谁人来我？祝你生日快乐！你的祝福，谢谢。来吧，从那边上来，从那边上来，上来，老师来吧。20岁的天空，飞满五彩斑斓的精灵，绚丽而又多彩。20岁的天空，蓝天衬托着白云，白云衬托着梦想，点燃青春，点燃梦想，一起在20岁的天空下收获灿烂与辉煌。我们相信，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，她一定能成为一个自尊、自爱、自立、自强的好姑娘。光辉灿烂的前景在向你招手，铺满鲜花的道路在你的脚下。最后祝你生日快乐！祝福你今后的日子多点笑容，少点忧愁。音控上来一下，音控上来一下，音控在不在？早就准备好了，需要好，家人们，献礼的环节就此结束，让我们现在马上进入到一个DJ的环节，好吗？把灯关了，音控放歌 ，DJ music。蛋糕什么时候炸？来，大家摇起来吧！今夜星光闪闪，大大大大大大，谁最好谁最好？他是谁？他是谁？他要干嘛？他要干嘛？生日，生日，生日快乐！谁最美？谁最美？谁最有钱？谁最有钱？谁有病？谁有病？什么病？摇起来吧，都摇起来吧，家人们！摇起来！天空飘来5个字，天空飘来5个字，是研究翻译的。咱都互动一下呀，什么情况？来，出现！我说1，你们说2，我说3，你们说4，好吗？来，1、3、1、3、2，生日，立场，生日 ，Let's go！ 都摇起来，摇起来！
可以开灯了。